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植牙种喙齿。即摆种一齿的喙齿，一寡费用加起来要将近10万块，嘛将做牙科趁钱上紧的项目。啊，讲即摆民间种喙齿的学会高达30多间，真侪医师只要加入医学会，参加1天至2天的研习，就会当摕到证照，帮民众来种喙齿。嘛无怪伫所有的牙科的医疗纠纷当中，种喙齿占第1名。今仔日真相急先锋的专题报道，咱就来看种喙齿背后的秘密。那个专门看牙周病医生说，你牙周病没治好，你怎么就植牙了？牙周病无治好，就种喙齿。老小姐相信顶一位齿科医师的判断，煞变成一场噩梦。就是会摇，我摸下去那个牙齿会摇动，而且有点痛，那个牙肉那边都肿起来了。就是吃东西我都没办法用到那边的力量，很不舒服。电工一个石，伊倒边后壁2支喙齿，煞变成双齿形，开10万块，因为角度无同款，进落去的喙齿筋壁一空，喙齿就开始崩。它没办法咬合，它完全没办法咬合，因为那个植牙裂掉的地方咬下去，它会咬到裂的地方，就好像牙齿裂掉的一样，所以它在咬合的过程中就会反复会碰触到这个地方，所以病人这个地方会反复的红肿。医师讲，像老小姐安尼，必须再治疗的案例愈来愈多，拢是因为这个种喙齿的市场收费真混乱，为一齿4万到超过10万的嘛有。台湾对人工喙齿筋的需要一年超过20万支，变成是这无良心的医师趁钱的工具。植牙是快速钱啊，对我们来说是快速钱。就一颗牙齿就像修一台二手车，但是植牙呢，就像换一台新车。就一台二手车要把它修到好，事实上是很困难的一件事。换一台新车是一个很快速的选择。好，所以为什么坊间大家都想要去求一个快速钱的一个状况，其实跟换一台新车的状况很像。我换一台新车了，哦，是不是我把我的问题都解决掉了？但是另外一个相反的想法是，我换了一台新车，这车用久了还是会变二手车，你的问题还是会持续的。实际上是密西根大学继续教育课程临床讲师种喙齿经验有15档。伊讲完整评估患者的健康状况，包括用药水、喙孔的情形等等，才有度种喙齿。若失败者，上较严重有可能无命。放了一个植牙，这个植牙可能造成的破坏也会继续延续，所以有时候它并没有达成它原来的状况，所以植牙只能解决缺牙的问题，不能用来治疗疾病。满街的牙科诊所都标榜会做人工植牙，不过到底有多少的医师是经过严谨的专科训练呢？答案只有3.94%。而其实，在所有的牙科医疗纠纷当中，植牙的纠纷比例高达37%，是第1名。它是一个3不管的地带。第一个是它不是健保，所以健保署不会去管它，也不会去审查它。另外一个植牙有很多各种噱头的广告，各种收费消费。但是消保官会认为说啊，这个医疗不属于消费行为，不归我管。好，那卫福部跟地方卫生局要管的时候，又会说啊，现在其实植牙我们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专科医师的资格来把关。民间的视牙医学会有30几间，颁发的证书有够多，不过专业度有偌悬，无人敢保证。目前卫福部嘛无定任何官方认证的视牙专科医生证照。那各种训练，其实有些你不用真的做过多少个植牙的案例，或是一定要上过多少的课程，有的可能就是只是几天的课程，好，或是去参加什么研讨会，你也可以拿到这样的证书，那民众根本也没办法分辨啊。种喙齿医师功夫学无起的有够多，到即马依然无法可管。为了降低纠纷的比例，医改会提醒民众种喙齿进前都要签麻醉同意书，甲医生详细讨论作为补充。若无种喙齿，换来效果恐惊是痛苦的轮回。